今主日的宣道經文取自彌迦書1章1節到16節。當猶大王約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摩利沙人彌迦，他見到有關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的異象。問問啊，你們要聽，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聽。主耶和華要從他的聖殿指正你們的不是。看啊，耶和華從他的居所出來，降臨步行地之高處，眾山在他低下融化，諸谷崩裂，如蠟融在火中，如水沖下山坡。這都是因雅各的罪過，因為以色列家的罪惡。雅各的罪過在哪裏呢？豈不是在撒瑪利亞嗎？猶大的邱壇在哪裏呢？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嗎？因此，我必使撒瑪利亞變為田野的廢墟，用以栽植葡萄。我必把他的石頭倒在山谷，掀開他的地基。城裏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行淫的賞金全被火燒。我要毀滅他的一切偶像，因為從妓女的賞金積聚而來的，他們仍歸為妓女的賞金。為此我要大聲哀號，赤身赤腳行走。我要呼號與野狗，哀鳴如鴕鳥，因為撒瑪利亞的創傷無法醫治，蔓延到猶大，到了百姓的城門，直達耶路撒冷。不要在加得宣揚這事，千萬不要哭泣，要在伯那費拉翻滾於灰塵中。沙非的居民啊，要赤身羞愧地經過，指南的居民不敢出門。伯爾薛哀哭，不再支持你們。馬律的居民深深憂急，切望得着福氣，因為災禍已從耶和華那裏臨到耶路撒冷的城門。拉吉的居民哪，要用快馬套車，錫安的罪由你而起。以色列的罪過在你那裏顯出，因此你要將送別禮送到摩利設加特。雅各色的眾家族必用詭詐待以色列諸王。瑪利沙的居民啊，我必使搶奪者來到你這裏，以色列的貴族必來到雅杜蘭。猶大啊，為了你所喜愛的兒女，你要剪髮剃光頭，要使你的頭光禿，如同禿鷹，因為他們被擄去離開你了。這是上主的話語。感謝上帝。今朝嘅宣道題目係萬民啊，你們要聽。有請本處傳道梁志成弟兄。我哋好多謝今日嘅讀經員。今日嘅經文唔容易讀嘅，我自己都冇辦法
讀得完整啊。今日我個聲音有啲沙沙地，就好似落雨咁嘅聲音啊。感謝天父上帝帶領我哋經過2024年，順利嘅進入新嘅一年。或者我哋所經過嘅日子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歡喜快樂嘅時光，亦有悲傷流離嘅時刻。但係無論如何，上帝帶領我哋行過咗啦，進入新嘅一年。我哋所經過嘅日子有主嘅帶領與保守，提醒我哋一件事，唔好將我哋每一日嘅日子當成係自然嘅、理所當然嘅。我哋要靠住主嘅保守帶領嚟進入新嘅一年，嚟行走新嘅一年。頭先主席有報告，由今日起，講台嘅信息進入一個新嘅系列，就係彌迦書。彌迦書，好，我哋一齊同心禱告。天父上帝，當我哋打開你嘅聖經嘅時候，求你打開我哋嘅心靈，讓你嘅話語再一次嚟教導我哋，復興我哋，成為我哋屬靈生命嘅糧食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誠心所願。我哋今日嘅重點係喺彌迦書嘅第一章。我揀咗一個題目，就係叫做萬民啊，你們都要聽。萬民啊，你們都要聽。喺彌迦書第一章，彌迦呢個先知就有咁嘅呼叫：萬民啊，你們都要聽。萬民嘅意思就係每一個人，包括你同我，都要聽。聽乜嘢啊？聽上帝嘅聲音。我哋一生人當中，時時不斷嘅喺度聽人嘅聲音，係咪啊？細佬哥瞓覺，朝頭早眼都未開，就聽到媽媽嘅聲音：快啲起身啊，會遲到㗎，去食早餐啊，唔好再瞓啊！聽到媽媽嘅聲音，然之後去到書館，聽到幾個唔同嘅老師用幾個唔同嘅聲音一直教導你，你一直聽老師嘅聲音。之後同學朋友又一直不斷嘅對你講說話，朋友同學嘅聲音。搵到工作啦，聽邊個嘅聲音啊？聽老闆嘅聲音。老闆叫你咁做咁樣做，你就要聽佢嘅聲音。然之後結咗婚啦，聽邊個聲音啊？聽老婆嘅聲音，聽老公嘅聲音。年老啦，好似我咁樣70幾歲啦，聽邊個嘅聲音啊？聽仔女、聽孫嘅聲音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哋一路嚟都聽人嘅聲音。彌迦呢個先知呼叫我哋萬民啊，你們都要聽。聽邊個嘅聲音？除咗聽人嘅聲音，要聽耶和華上帝嘅聲音。所以上帝賜俾我哋2隻耳朵，要聽，唔單單聽人，最緊要能夠聽到神嘅
聲音。好啦，彌迦書係17卷先知書中排第11嘅先知書，喺呢個約拿書之後。前嗰排我哋教會有講到約拿書，呢個彌迦書就係喺約拿書之後嘅一部先知書。呢部先知書被稱為小先知書，一共有7章，內容大部分係詩歌，除咗頭一節落嚟嘅都係詩歌。我哋讀聖經讀詩歌嘅時候，唔係喺字面上去了解呢段經文嘅意思，係要特別敏感於呢個作者內心嘅表情、內心嘅感情。讀詩篇好多時候唔能夠喺字面上嚟分析呢個聖經裏邊嘅意思嘅。呢個彌迦書被稱為小先知書，有小先知書嘅意思，即是有大先知書。大先知書有5卷，以賽亞就係第一卷嘅大先知書啦。點樣分大先知、細先知書呢？唔係因為大先知嘅先知身份比較高啲，比較重要啲，地位高啲，唔係咁分嘅。分大先知、細先知係因為先知書嘅篇幅長或者係短。以賽亞書係大先知書，佢一共有幾多章啊？66章。而彌迦書被稱為小先知書，一共有幾多章啊？7章。所以分大先知書、細先知書係因為先知書嘅篇幅長或者短，唔係因為呢個先知比較高、比較重要，所以叫做大先知。呢個先知比較冇咁出名，冇咁重要，被稱為小先知，唔係咁樣分。耶穌嘅門徒12個門徒，12個啫，跟隨耶穌嘅時候，時時喺度爭吵鬧交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哋要分邊個大邊個細，成日喺度嘈吵分大細。聖經教導我哋喺主嘅聖工裏邊唔需要分大細，唔需要覺得你自己係大先知啊，或者係覺得你自己係細先知。每一個人喺神嘅聖工裏邊都同樣嘅重要。一隻大船，每一塊鐵板都好重要，但係鐵板裏邊嘅每一粒螺絲仔、小釘同樣係好重要嘅。所以唔好分大或者細，特別喺神嘅角度裏邊，聖經教導我哋邊個要做大嘅，就要做咩啊？做眾人嘅僕人啊！彌迦書主要個內容係乜嘢啊？係傳達上帝嘅話語。先知嘅意思就係上帝嘅代言人，替上帝向上帝嘅百姓，向上帝嘅萬民嚟宣講上帝嘅說話，上帝嘅旨意。所以如果我哋喺教會服侍，我哋願意做神嘅僕人，我哋傳講嘅旨意，
傳講嘅話語應該都係從神嗰度嚟，唔係傳人嘅話語，係傳講神嘅話語。或者我哋對彌迦書唔係好熟悉，講台上好少講到彌迦書，但係彌迦書當中有一段經文，或者大家好熟悉嘅呢段經文，我哋時時喺聖誕節都有讀出嚟嘅。彌迦話：以法他的伯利恆啊，你在猶大各城中毫不起眼，但將有一位從你那裏出嚟，為我統治以色列。他的根源自亙古，來自太初。彌迦係主前700幾年前嘅先知，隔虛耶穌出世700幾年，但係喺700幾年前呢個彌迦就預言到，在伯利恆呢個小地方，耶穌將會喺嗰度出世。以法他呢個地方，呢個名就係伯利恆嘅古時嘅名，佢預言到耶穌基督將在伯利恆一個不起眼嘅地方出世，以至呢個伯利恆以後成為全世界都知道嘅一個地方。所以呢個彌迦書呢段嘅經文俾我哋好深嘅印象。彌迦係邊個啊？佢預言700年之後耶穌基督喺伯利恆出世。講完彌迦書，我哋講彌迦。彌迦嘅意思係誰能像耶和華？邊個能夠好似耶和華呢？呢個係彌迦嘅意思。耶和華係點樣一個上帝啊？耶和華係有審判罪惡，刑罰罪惡。但係耶和華裏邊亦有慈愛，有公義，同時有慈愛。當佢審判嘅時候，當佢降災嘅時候，時時俾犯罪嘅人有機會回轉悔改，所以就有先知呢個角色。耶和華嘅選民犯罪墮落敗壞，當耶和華施行審判之前，俾佢哋有機會藉着先知，大先知又好，細先知又好，傳講上帝嘅旨意。上帝嘅刑罰要到啦，你哋要回轉悔改，如果唔係就會有災難，俾佢哋有機會回轉。咁嘅上帝係冇人冇別個神好似佢咁嘅，有公義同時有慈愛嘅上帝。彌迦書第1章第1節就講到呢個彌迦嘅身份。猶大王約旦亞哈斯同西家執政時期，耶和華把他的話語傳給了摩利沙人彌迦，他看到了有關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的異象。1章1節就表明講解呢個彌迦嘅身份，佢個時代。當所羅門之後，佢個仔羅伯安執政冇幾耐，佢個國家就分開2個國家，分裂。北國叫做以色列，南國叫做猶大。北國以色列佢有20個王，冇一個王係好王，
每一個王都行耶和華眼中睇惡嘅事。南國猶大雖然有幾個好王，但係亦冇辦法讓佢個百姓悔改回轉，離開偶像，回到耶和華嘅面前，冇辦法。北國以色列、南國以色列就一路咁墮落去，行耶和華所睇為惡嘅事。呢三個王係米迦所經過嘅三個不同嘅朝代，特別係亞哈斯王係特別壞嘅，係最壞當中嘅王嘅一個，去敬拜巴力嘅偶像，從外邦人嘅一種敗壞嘅風氣帶入以色列，帶入猶大，以致民間都風行拜偶像，並且有好多邱壇，一字拜耶和華，一別拜巴力嘅偶像。呢個亞哈斯甚至將自己嘅仔獻上，燒咗佢嚟向呢個偶像獻祭，為自己贖罪，犧牲自己嘅仔，敬拜偶像，為自己嚟贖罪。佢係咁腐敗，行耶和華眼中所睇惡嘅事。呢個係彌迦所面對嘅挑戰。摩利沙，呢個彌迦係摩利沙人，聖經好清楚摩利沙係靠近耶路撒冷西南邊嘅一個農村，所以呢個彌迦係一個農夫，耕田嘅農夫，佢同以賽亞有好大嘅分別。彌迦同以賽亞係同時期嘅南國先知，同時期喺南國做先知，而以賽亞係貴族，係有身份嘅，能夠自由嘅喺皇宮出入，所以以賽亞嘅角色係向猶大高層嘅人嚟傳講神嘅話語。但係彌迦係一個種田嘅人，佢個角色同以賽亞完全唔同，佢係向普通嘅百姓農夫傳講上帝嘅話語。同樣我哋喺教會裏邊有唔同嘅角色，有啲做教書，有啲做安慰探訪嘅，唔同嘅角色。我哋喺我哋所有嘅角色，神所差派嘅任務當中，盡我哋嘅力量，唔好比較。話你係高級啲嘅，我係低級啲，唔係啊！神重用以賽亞，亦重用彌迦。彌迦睇見有關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嘅異象。撒瑪利亞代表乜嘢？代表北國以色列，因為撒瑪利亞係北國以色列嘅首都，所以彌迦同時睇到北國嘅異象。呢個耶路撒冷代表乜嘢？代表南國嘅猶大，因為猶大嘅首都就係耶路撒冷，所以彌迦呢個先知去傳講上帝嘅話語，唔係單單傳講喺猶大自己嘅國家裏邊，唔係，佢甚至向北國以色列呢個國家傳講
上帝嘅話語，所以佢嘅任務係兩方面嘅。自己嘅國家猶大，北國以色列，佢亦有責任向佢哋傳講上帝嘅話語。有一段經文1章第8節，為此我要痛哭哀號，我要赤身光腳而行，似豺狼哀號，如鴕鳥悲鳴。呢句說話俾我哋睇到，去呢個小先知，去為咗佢嘅國家百姓流淚，痛哭流淚嘅先知。我哋唔好以為只有耶利米係哭泣嘅先知，其實先知當中有幾個曾經為主嘅選民、主嘅百姓犯罪墮落而流淚痛哭。以賽亞係一個，彌迦又係一個，為咗自己嘅國家百姓痛哭流淚，但係佢冇離開。離家，讓我想到另外一個離家嘅意思，離家出走，係咪？同音係咪？離家書，離家出走，離家出走。呢個離家，佢睇到佢個百姓咁墮落，佢有冇離家？有冇離開佢嘅國家？離家出走冇，佢冇離開，佢仍然留喺佢嘅國家裏邊，為佢嘅百姓傳講神嘅話語，冇離家出走。有時我哋聽到有啲弟兄姊妹話：呢個教會唔得啊，好多問題啊，我唔中意啊，唔習慣啊，我要離開呢個家，離開呢個教會，揾一間我適合嘅教會離開。但係離家呢個先知俾我哋睇到，佢嘅國家百姓無論點樣敗壞，無論點樣墮落，佢冇離開，佢仍然愛佢個國家，愛佢個百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睇到你個教會有咩唔完全嘅地方，唔需要離開啊！你有冇嗰種愛心，為你嘅教會不完全嘅地方痛哭流淚，禱告祈求，求神改變、祝福、帶領呢個教會。所以彌迦呢個先知冇離開佢個國家。好啦，講到彌迦書嘅內容，我哋集中喺頭1章。內容第一，宣告耶和華嘅憤怒。喺第3節到第4節講到耶和華降臨嘅時候嗰種情形。看啊，耶和華離開他的居所，從天降臨，腳踏大地的高處，群山在他腳下融化，猶如火中的蠟，山谷崩裂，岩石如水沿山坡傾瀉。呢個係彌迦宣告神嘅降臨，帶住憤怒嘅降臨，山崩地裂，有火有水，表示神非常之憤怒呢啲佢嘅選民咁墮落咁大嘅罪。如果你睇出埃及記第19章，耶和華曾經喺西乃山降臨，對佢嘅百姓講說話。當時同樣嘅情形，有閃電、行雷、有火、有地震，
有山崩地裂。點解啊？神降臨對佢嘅百姓要講說話，帶住憤怒要將十誡嚟傳俾佢嘅主民。因為呢啲子民出咗埃及之後，忘記咗耶和華點樣帶領佢哋出埃及，喺曠野發怨言，拜金牛犢，以致犯罪，使到耶和華非常之憤怒。耶和華帶住憤怒降臨喺西奈山，今日同樣嘅帶住憤怒降臨喺呢個猶大以色列嘅百姓身上。我哋唔好以為上帝一直都係慈愛嘅，冇相干啦。我哋做一啲事，上帝會原諒我哋嘅，係咪？做一啲上帝睇為惡嘅事，冇相干嘅，上帝會寬恕我哋嘅。上帝冇降臨佢嘅審判，佢嘅刑罰，係因為佢俾我哋機會回轉，翻嚟，唔好再犯罪，離開罪惡。呢個就係我哋所敬拜嘅上帝，係公義，同時亦係慈愛。第二，說明耶和華憤怒嘅原因。好啦，而家宣告上帝降臨，帶住佢嘅憤怒降臨。咁到底為什麼呢個耶和華會咁憤怒呢？所以呢個先知就講明呢個耶和華憤怒嘅原因。有時我哋喺教會裏邊，忽然間有一個弟兄或者一個姊妹唔同我哋講說話，避開我哋，唔再同我哋來往。點解呢？我哋唔知道，因為呢個弟兄呢個姊妹冇講明原因，去嬲我。但係點解嬲我啊？我哋唔知道，佢追喺個心裏邊冇講出嚟，所以被嬲嘅人唔知點解。但係呢一度而家好清楚嘅講，上帝憤怒，佢有佢嘅原因。點解憤怒呢？這一切都係因為雅各的叛逆，以色列家的罪惡。雅各的叛逆在哪裏呢？豈不是在撒瑪利亞嗎？猶大嘅邱壇在哪裏呢？豈不是在耶路撒冷咩？撒瑪利亞北國，耶路撒冷南國。點解耶和華會憤怒？一個原因就係佢哋有罪惡。犯罪係喺北國以色列開始，耶羅波安係頭一個北國嘅王，之後冇一個好王。佢哋敬拜巴力、迦南嘅偶像，將迦南嘅嗰種敗壞嘅風俗帶入以色列，甚至喺聖殿裏邊設立呢個偶像嘅邱壇，喺聖殿裏邊行淫，做咗好腐敗嘅事情，使到耶和華非常之憤怒。北國開始腐敗，然之後將呢個腐敗嘅風潮，呢個情形慢慢嘅傳到南國，南國又學佢哋，受到佢哋影響，
就開始腐敗，所以無論北國南國一致腐敗落去。弟兄姊妹，有時我哋要好謹慎，我哋唔好受到出邊世界嘅影響，世界立冧亂，好多罪惡，好多引誘我哋教會裏邊弟兄姊妹跟隨社會潮流，犯罪墮落，就好似北國嘅罪過慢慢嘅傳到南國，以致上帝嘅子民無論係北國南國都墮落犯罪。好啦，百姓嘅罪過只要有呢幾種。咩罪過啊？祭拜偶像，欺壓窮人，不行公義，道德敗壞，冇公義，冇道德，欺負孤兒寡婦。十誡嘅頭一誡係乜嘢？十誡嘅頭一誡，除我以外，你不能有其他嘅神。頭一誡就已經犯咗啦，係咪啊？欺負窮人，呢個係十誡當中要去個選民照顧孤兒寡婦，唔好欺負佢。如果你欺負佢一點點嘅話，上帝會追究。行公義，冇公義啦，窿中都係貪污嘅。無論係政治嘅領袖，甚至係宗教嘅領袖，都係貪污嘅。No money, no talk。有錢就可以解決。咁嘅社會，道德敗壞，好多行淫嘅不道德嘅事情喺當中發生，佢哋以淫亂嚟作為一種敬拜嘅儀式，呢個罪大唔大啊？呢個罪好大啊！第三個內容就係預言上帝嘅懲罰。你犯咗咁嘅罪，上帝要刑罰。所以猶大人啊，你哋要剃光頭，為你所愛的兒女悲傷，要剃得如禿鷹一樣光禿，因為他們要被擄去地方。呢個係以後呢個北國南國嘅面對嘅問題。北國喺主前722年被亞述國所滅，南國喺主前586年被被巴比倫所滅。時間到啦，我唔能夠再繼續講啦。好啦，反思上帝在不同嘅時代，藉着不同嘅方式對我哋說話，我們聽見了嗎？我們如何回應上帝嘅說話呢？讓我哋思想神嘅話語，我哋一同禱告。感謝上帝賜俾我哋你嘅話語，讓你嘅話語存喺我哋嘅心中，作為我哋屬靈生命嘅鼓勵引導。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誠心所願。